你看西西呀，而且框西西那个框很清楚，就表示有那个西西字幕。你看西西字幕已开启，可以点按吗？字幕来按字幕，右上方3个点进去，字幕按一下，按字幕，按字幕啊。前往装置设定，原来要开启服务啊！原来这个要做开启服务才能够做的。看，这么多种语文呢。也没有中文的，不知道是什么语文。有些还知道了，英法德语，或者是荷兰还是日文、韩文啊，泰文大概还知道，越南文，或者是俄罗斯还是阿拉伯。古印度你看梵文，古印度梵文你看，或者像藏文。这个很像梵文的也有这么多像啊。尼泊尔也是用这个像印度梵文、古印度梵文的。这可能是柬埔寨还是辽国高棉。最下面是韩文。可以选中文啊，也可以选日文。你看，然后来文字大小也可以选最大的。你看，文字大小最大，字幕样式。字显最大，字形字幕样式下黄底黑底红字哦。不能选其他的吗？还有其他的呢？你看字那么大了啊！那字还是那么小啊！那个已经，那个是你本来就有的图了，本来就是有字的，不对啊，那怎么没有办法选呢？没有办法选中文啊，奇怪，这是要选中文啊。你看中文啊，你看呢？
啊，这是图片啊，图片底下本来就有那个字啊。为什么不能选那个？奇怪，为什么不能选别的语言呢？只有西班牙文啊。字幕已关闭。你看字幕关闭还有字啊，这个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图片，下面本来就有字的图片，本来就有字的图片了。图片影片。这个叫西班牙文啊。没有办法进去选中文，可能不是这一部影片呢。要选另外一部影片。这个有操作。不好做，你看宕机，没有办法做了呢，就直接观看了，按那个右上角播放键，注意看哦，有没有那个 CC， 有 CC， 按一下，你看有没有字幕？你看你在做选呢，做那个选字幕的动作。你看，那怎么没有办法像电脑操作那样？为什么只有西班牙文，没有英文，没有日文？那你看，只有西班牙文。你看，这个就是西班牙文。有很多国家语文的呢，这个泰文了，这是泰文的，泰国语文的，马来文。啊，还没有送上去，新的还没有送上去，送上去以后再来做了。